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30章。希西家派人去以色列甲犹大逐所在，搁写批互以法莲甲玛拿西的人，邀请因来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守盘过节，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因为王甲伊的官员甲伫耶路撒冷的会众已经参详好，要伫2月守盘过节。正月因袂当守节，因为洁净家己的祭司的人数还无够额，人民嘛还未聚集伫耶路撒冷。王甲会众拢赞成即个计划。就伫以色列全地对别是巴到但宣告，请人民拢来耶路撒冷守盘过节，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因为过去照所写的律法来守节的人无遐尼多。送批的人带王甲伊遐个官员的批去以色列甲犹大全地。宣读王的命令讲，以色列人着归向上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伊就要转向恁，就是恁这个脱离亚述诸王的手所剩的人民。恁毋通亲像恁的列祖甲恁的同胞，照恁所知，因得罪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。直到伊甲因消灭，但毋通亲像恁的列祖硬心固执，着归顺上主，进入伊永远分别作圣的圣殿，搁着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互伊无搁对恁发大受气。恁若归向上主，恁的同胞甲恁的儿女会对掠因的人得到怜悯，搁倒来即个所在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慈悲怜悯，恁若归向伊，伊一定会接纳恁。送批的人一城过一城，行透以法莲、玛拿西，直到西布伦这个地区。毋过遐个人甲因讥笑、侮辱。阿设、玛拿西、西布伦中间有一寡人家己谦卑来到耶路撒冷。上主嘛感动犹大人，互因同心一意，顺趁上主的话，照王甲遐个领袖的命令去做。2月有真侪人聚集伫耶路撒冷，诚做真大的大会，要守除酵节。因将耶路撒冷献祭烧香的坛拢刷走，迄伫克伦溪谷。2月14，因杀盘过节的羊羔，祭司甲利未人感觉见笑自责，就洁净家己，搁带烧化祭来上主的殿。因照上帝重用的人摩西的律法的规定，逐个人徛伫因侍奉的所在。祭司将对利未人接过来的血歇伫祭坛顶。会中有真侪人礼仪上无清气，所以托利未人替因杀盘过节的羊羔，互因伫上主的面前诚做清气。对以法莲、玛拿西、以撒加、西布伦地区来的人，有真侪无照规定洁净家己，嘛食盘过节的祭物。希西家替因祈祷讲，恳求至善的上主赦免所有无照规定洁净家己的人，因为因全心祈求上帝，就是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上主听希西家的祈祷，就赦免人民。
住伫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非常欢喜，守度假节7日久，利未人甲祭司逐日用响亮的乐器称赞上主。希西家鼓励所有熬服侍上主的利未人，逐人食宴席7日献平安祭，搁感谢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大会全体会众决定要搁守节7日，因就欢欢喜喜搁庆祝7日。犹大王希西家送大会牛犅1000只，羊7000只，正领袖嘛送牛犅1000只，羊10000只，搁有真侪祭司洁净家己。犹大会众、祭司、利未人，甲对以色列来的会众，以及遐个对以色列地来的外族人，甲住伫犹大的外族人，拢欢喜快乐。安尼，耶路撒冷充满欢喜快乐，因为对以色列王大必的囝所罗门以后，伫耶路撒冷毋捌遮尔欢喜。祭司甲利未人起来甲人民祝福，因的声上帝有听见，因的祈祷透到伊天年的圣所。